不用介绍就有尖叫声了呢，很厉害呢。上面还有最新的那个 slogan 都出来，大家等很久了哈，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是不是？还有5分钟吗？不用，准备好了是不是？要迎接了吗？准备好了要迎接，大声的尖叫声要迎接接下来是不是？好，来看到了吼，上面还有最新的，好，以前我都介绍他是百万王子，对不对？现在。最新我头家今日嘛有来，你知无？伊讲要来看我，啥物看我？看许富凯啦，等个今嘛，哈，看许富凯啦，好啦，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！谢谢，好，所有林口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，带给一首歌，天公听讲啦。双手借我好不好？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最平平凡凡，爱是生的希望，有该亲就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。世间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。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。世间上水的人，若是感觉家己缘投，感觉家己水的，花声甲尖叫声，给自己来，我听一下。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最平平凡凡。爱是生的希望，有该亲就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成别人的爱，爱永远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。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。还有唱无？变成世间上水的人，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。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
好？全场一起来哦，上水的人一对，谢谢。尖叫声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我听一下。因为我知道附近都是住宅区，我们先跟附近的住宅的朋友说声不好意思，如果吵到的地方，请多包涵哦。那今天非常的开心，疫情一段时间大家无工课，一直伫咧厝内，唔是咧煮饭，就是咧做别项代志。对我来讲呢，今仔日会当大家看到大家平平安安。真正是足好的代志，足幸福的代志，我家己一个抱下声，好不好？按台湾的朋友说实在，防疫做得非常的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我今年摕到金曲奖的时阵，这张专辑内底主打歌叫做《雨伞情》，送给恁大家，谢谢。